即马伫法国有大学有开台语课，因若最近台湾母语联盟前秘书长林嘉琪嘛有去法国分享台湾文字制度化的过程和建立台语语料库的挑战。林嘉琪讲，伊即阵去法国，看到法国人对咱台湾的语言和文化真有兴趣，伊嘛认为咱台湾人应该对咱家己的文化也搁爱搁较有自信才对。We don't have to choose gay or choose queer. 台顶当咧介绍台语的腔口差，台卡点点听的，除了台湾人，也有袂少外国人。这是国教院的研究员林嘉琪受到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的邀请，伫4月19去到法国分享台湾文字制度化的过程，甲创建台语语料库的挑战。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表示，即马确实有真侪法国人对台湾的语言和文化有兴趣，望以后也通有机会加和台湾的研究院合作。Et donc en particulier, à l'INALCO, on a des gens très intéressés par tous ces aspects culturels et linguistiques. Et c'est particulièrement vivant et diversifié à Taïwan. Donc on a vraiment des gens qui sont intéressés par en apprendre davantage. 这届专工来参加讲座的法国台湾协会会长表示，看到外国朋友真关心这个议题，咱应该行出去，甲台湾母语介绍予更较侪人知。咱应该爱行出去，看到法国朋友嘛有关心这个议题，所以咱是不是会使用文化的物件来甲这个语言吼去推送出去？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吼，定定看咱家己无，咱就看轻咱家己的。出来外口了后，你看到外国人，看到法国人，因咧讨论台湾的语言，讨论台湾的文化，讨论台湾的历史，因对台湾遮尔有兴趣，因感觉台湾是一个遮尔趣味吼，遮尔文化遮尔丰富的所在。咱家己是安怎要安尼看咱家己无咧？林嘉琪强调，台湾的语言遮尔特别，别人拢在研究，咱家己本土却慢慢的流失，有影是真无彩。望大家会使加了解台湾文化的水，甲台语学起来，甲咱的母语捡倒转来。公司国际记者苏聪敏，法国巴黎报道。